發寶寶點啊？唔使講都知啦。Top urgent，定啲嚟，有得救㗎。你用類肉毒桿菌啦，唔使打針㗎。呢支係類肉毒桿菌膠原精華，用法就好似日常護膚品咁樣搽喺皮膚，已經有效果㗎啦。類肉毒桿菌即係六勝肽，可以幫助放鬆肌肉，令皺紋減淡㗎，令皮膚睇嚟更加光滑細緻，更加有彈性㗎。Coriana Premium 嘅塗抹式類肉毒桿菌膠原精華係以28支 ampoules 為一個療程，每日用1支，咁就可以確保精華營養夠晒新鮮啦。咁你以後喺屋企咧都可以自己做到去紋護膚嘅 home facial 啦。咦，咁咪好方便？係啊，但係以你嘅情況咧，除咗要搽呢啲強效嘅精華，最緊要都係敷多啲面膜喎。Hennair 時光倒流生機再生面膜，佢嘅專利成分可以激活膠原同埋彈力蛋白增生，令到皮膚即時醒神，幫助肌膚緊緻提升、深層保濕，仲可以撫平皺紋添啊！用法簡單，洗面之後將啫喱狀嘅面膜薄薄均勻咁樣搽上皮膚，注意要避開眼部周圍嘅肌膚啊！等20分鐘左右，面膜乾透之後，就由下而上撕開呢一層好似白兔糖衣嘅面膜，你就會 feel 到塊面好柔軟，仲有 firming 嘅效果添㗎。然後用水過一浸就得㗎啦。多謝你嘅要求，我唔再係沙皮少女啦。所以話咧，皺紋最緊要識點預防。